上课时间到，教室内底拢无人，无看到学生是为着闪避新冠病毒。病毒入侵校园，拖唔过增加3间学校停课。目前也无看到病毒的尽头，较真数一直增加，学校嘛对咧停课，包括内力国小安亲班、佳音英语原生分校、中立美基幼稚园，今仔日开始停课14天。传出敢若是和西提餐厅均自案，搁增加确诊者有牵连。9号规家伙5个人去西提食饭，除了爸爸体检是阴性以外，妈妈、兄妹仔搁有1岁囡仔隆重确诊，嘛创下这摆疫情确诊的病例上细汉的纪录。病毒传甲真紧，伫附近的湘北市新竹生活圈隆重爱注意，四界拢有确诊者去过，包括正月11到15去过台北捷运民德站到台北车站，13号嘛要去过台北地下街50兰、光南许昌店、大创站前店和家乐福天猫店。另外，新竹体检站嘛出现真侪民众家己去采检。桃园跟整个大新竹地区哦，又是一个共同的生活圈，那我们完全不可以掉以轻心啊。就惊病毒阁继续摊开，各地拢呼吁有去过确诊者去过所在的民众爱赶紧去。